有耐心的猫。花鸟拄发现鸟仔收的时，内底空空，是拄拄做好的，所以伊讲，我等。因为伊是有耐心的猫，热天还袂来。伊等一礼拜，搁爬树仔去看鸟仔收，内底有2粒卵，蓝色的，筋骨搁有闪烁。花鸟讲，2工若袂歹，毋过鸟仔囝搁较好，我搁等。在等的时，伊去掠鸟鼠甲蚕鼠，身躯细细去困，也就是做我花鸟度时间的代志。搁过一礼拜，伊搁爬树仔去看，即摆有5粒卵，但是花鸟搁讲，卵是袂歹，毋过鸟仔囝搁较好，我搁小等一下。所以伊搁小等一下，然后爬去哩看，有5只鸟仔囝，大目睭，长蓝滚，黄色的喙擘开开，花鸟坐伫树枝，钱片拍开，真正欢喜，有耐心，有价值。伊讲，伊搁一摆看鸟仔囝，看袂先食倒一只，敢若拢伤瘦。因拢伤瘦啦。花鸟一世人毋捌看过遮瘦的物件。伊家己讲，我若搁等几工，因就会较肥。瘦鸟是袂歹，毋过肥鸟搁较好，我搁等。安尼伊在等，伊看到鸟爸规日掠虫转来收呢，就讲啊哈，因会真紧肥，肥到我所教伊的遐肥，啊哈，有耐心确实好。落尾，伊想，因一定有够肥啊，我一工嘛毋搁等啊，啊哈，因一定赞。伊就爬上树，沿路流喙烂，想肥肥的鸟仔。等伊爬到树顶，看到鸟仔收，内底空空。迄时花鸟坐伫树枝，就讲，所有我看过的歹看的、冻酸的、古老的，遐个鸟仔是上界歹看、冻酸，搁古老的。鸟呜呜。